农村人一天的日常。看我妈今天做啥饭？今天还是出来先烧锅，烧开了，下面条，搅一下，防止粘锅。盖上锅来煮面，煮开来搅一搅，豆腐放进去，还有蒜苔、西红柿酱、小葱放进去，然后再煮一会，鸡蛋也放进去，这就好了。盛饭，来点醋，搅拌均匀，开始吃饭。最后祝你们幸福。